想讲要甲这高粱甲伊保存落来，你就开始种嘛，吼。2、3年前开始咧复育这高粱，啊，佮有即马做咧创新的料理。啊，佮有老师傅，我看你教室内底啊，嘛有做足侪艺术品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头看到迄应该拢是马赛克。嘿，马赛克拼贴，拼贴，用大对。啊，因为伫这个过程内底，我其实在创作这个马赛克拼贴时，我家己的感觉内底，我感觉我像在找这个时代的记忆的文化。啊，因为大家开始拢无完整，拢是遮一块遐一块，而且都形状拢不规则。啊，我感我在做的时候，一块一块扣转来，迄可亲像就是我的文化同款。哦，一块一块，一点线索，嘿扣转来。啊来，我就搁咧思考，我会当将在地的故事，吼，透过这个艺术的拼贴，啊，甲伊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啊，会当迄个作品会当甲人讲啊。这个作品就是在讲在地故事，好亲像你头拄仔入来的时候，你看迄个《木栅女与婴孩》迄个吼，是感动的咧，就是。迄个吼，伊就是1871年约翰汤姆森伊伫咱本目沙所记录的影像内底一个真重要的影像。啊，我就透过咧想这的时阵，我讲我甲这个影像，透过马赛克拼贴甲拼出来，然后伫后壁内底有一个十字架的背景，嘿，啊，迄个十字架面顶佫有希腊亚的。十字绣的图文，嘿，啊，就是讲，毋茫讲，你来你看到你的好奇，伊是啥物？哎，我就想问。甲别位的是个无共。对，啊，所以当你甲我问的时候，我就有机会甲你讲在地的故事。我听老三咧讲，我较雄雄想起来，伫咱任务一开始，有看到这嘿啦，一白线色，就是这啦，是啦，女主角红英啊。就是咱要做原来就人家。对啊，哦，咱对着这个1871年的目沙路，找了咱现代的目沙路。对啊，我就是目沙路啊。你就是本人。对。安尼，咱的任务总算是达成了，辛苦咱啦，辛苦咱。功德圆满。功德圆满啦。我是有一个称号，就适合其实老师的，我家己会叫伊土地母亲、土地妈妈，因为我感觉伊就亲近这大自然的，嘛要把这文化传落去。那就一个妈妈同款，完成啊！啊，行。少年，等下啦，有新的任务要互你咯。佫有任务？当然，来咯，恭喜得大奖哦！来看啊！啊，这啥？竟然是安尼！有人靠海食青掠，但保得维持因的生活；有人开伫摆仔来海来去满船坐笑蚵仔；有人徛伫溪边特别戏曲，互兴掠去文化；有人钓到做事辛苦打烊，倒伫北门正影脚地顶，乌豆鸟仔飞过行分地带，全部去食海洋，晓得分看倒风内海，台人三百旗的自头到尾拢有记得名叫台湾海猪仔，拥有大海就是拥有。